来，中国来宣布5月初要开放福建的居民会当到马祖来游览，但是为什么只有马祖无金门呢？讲真有可能就是因为顶2个月所发生的中国船并船的事件，当时有2个中国渔民来死亡，双方协调几啊届拢来破局，所以无甲金门列入到即届开放的对象。交通部长王国材嘛回应讲，这金门确实是以往两岸往来上界密切的重要城市。即卖中国虽然是拼出着善意，但是甲咱这边的期待差真多，会阁进一步来讨论。罕有内底金丝丝的南竿类，将走去马祖一定爱去的景点之一。经过这么多年，中国文旅部昨宣布，5月初日开始将会开放福建的居民到马祖旅游。是讲这波两岸开放，竟然无金门。过去的小三通1年大概30万了，其中大概有90%都在金门。这次小三通也开放，也算是比较少往来的这个。马祖的一个部分，因为金门甲厦门靠小三通真接的来往，中国企业也做金门观光业的首要对象。无开放金门，在地商家和饭店的业者有够烦恼。私底下大家都在讨论了，我们的金门之前的一个传染的一个事件，所以引发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。旅游商讨跟马祖无金门，居民认为讲和中国船并船的案件有关系。当时意外造成2个中国渔民死亡，双方的谈判破局。如今的观光离船，金门也无本着，当然上楼这里无还价，也空荡荡无啥人。其实撞船事件跟我们地方完全没任何关系，因为海巡署属于中央的，所以这次迁入到金门时，其实我们金门的所有商家跟居民就觉得很遗憾。这次有抛出善意，然后也付诸行动但是。的确，它的开放幅度这个比我们想象的差很多这么简单，等到疫情退休，中国企业也是无法度入来金门，民众不满宏大西北对待，敢若希望政府部门会当好好沟通，协助金门的观光业搁再复苏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